最暗日咧，屏东恒春市区嘛有真侪人排队要买翠暗，规个排队排甲热热长，活上百公尺，引起在地民众起摇疑，感受外地来游客嘛要来小济排队买翠暗。不离个邮局百货讲排队的大部分拢是在地人，因为昨昏是礼拜日，无身份证号码限制，排队的人才会特别多。 透早7点外，邮局门也未开，外口都已经排真侪人啊，为着买翠暗排队排了正百公尺。平时要工作啊，星期日才不用13或26啊，刚好回来恒春，就顺便6点多就来这边排了。看准礼拜无身份证号码限制，排队的人加真侪。不过因为邮局伫恒春市区，遮尔侪人抢翠暗，嘛互当地民众怀疑可能有外地游客走来排队。 97后，孩子都资格了，大人都没有了，小孩子剩下小孩子的。因为恒春敢若有5间健保特约药局，一间200个翠暗拢总1000个，嘛互当地民众烦恼外地游客走来抢，造成翠暗欠货。还好啦，因为最近游客也比较少，目前我们遇到的都是本地人居多，真的是有需要再带就好了，真的不需要那么恐慌。8点9点就开始，每一家门口都是大排长龙，看起来都是我们恒春人呐。不过药局讲来买翠暗的大部分拢是当地民众，虽望武汉肺炎的疫情真严重，不过中央控制甲真好，目前拢也无一群人做伙围着的情形出现，翠暗的供应嘛真稳定，希望民众莫伤过紧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